切家日記客話講，一千隻朋友嫌太少，但係一隻小人都太多，咪意思呢？切家社間社會的很多，唔冇個人優秀，也唔冇惡人，唔冇鬧人，切家相隨，切家相惜相愛，因為到一千隻朋友很少，一隻鐵人都太多了。嗱，我嘅經節馬太福音18:21節用人講到，你耶穌嘅學生們嘅按到彼得嘅，叫幾多年我嘅原諒我嘅兄弟姊妹，乜我同心嘅，結愛嘅，幾多年嘅原諒嘅，佢們主耶穌係7年嘛？嗱，馬太福音18:22節，耶穌人嘅咩？我講呢啲嘅講咩7年？但係7加2 70年，哇！7加2 70年，表示490年，咩意思呢？意思到第二原諒人計錯，原諒人咪即係同心計，冇限時，抗流率即係都原諒出嚟，人咪即係同心，即係唔好停嘅。嗱，馬太福音5:44節用人講到，但係我講呢啲嘅講，你原諒你嘅小人。乜你同心啥？乜你痛苦啥？激到你啥？你原諒佢，把禱告本佢，把祝福佢，把禱告本佢，也就係咩人個嘢。但係今日搞時間用人，時間聽主耶穌嘅路嚟行，時間禱家嘅恩典，禱家嘅力量，教家嘅法嚟行，基本時間前人嘅力量，要原諒，乜時間同心，乜時間壓，乜時間痛苦，時間要原諒佢。記得1000隻朋友太少，一隻鐵人太多，所以時間多多原諒人，唔好變要少，要獻力到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